三鄉嘅中心位置，鎮華路上嘅希傑3層嘅獨立別墅，全花園嘅空間咧都係將近60-70個平方，加埋出花園同埋後花園嘅佔地面積，花園咧都將近200方嘅大嘅佔地。呢間屋嘅成棟嘅佔地咧係去到300方嘅，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，而且門前咧仲有一條細河仔，小橋流水，所以話水圍財空間咧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個後花園係你嘅創意改造空間啦。上下嘅建築咧係總共有3層嘅，現時咧係做翻5間房嘅，配備咗1樓1個長者房，2樓可以做3間房嘅，3樓咧現時係將露台搭建一個客房嚟使用嘅，現時咧都係2間房嘅，可以做翻5間房嘅。現時呢個大廳嘅開間咧係將近5米嘅，係非常之大氣嘅。出嚟呢邊咧，我哋嘅餐廳位咧仲保留咗我哋嘅中空位，係咪非常之大氣呢？呢個空間係特別舒服，喺市面上咧係非常之稀缺嘅。建築面積咧係200方嘅，實用面積咧可以高達400方，空間實用性係非常之高，而且喺鎮華路上咧呢間獨立別墅係性價比最高嘅。如果你最近喺度關注雅居樂鎮華路上嘅獨立別墅，呢層單位一定要過嚟現場睇睇啦。小伙子公司咧就喺呢個鎮華路上嘅德怡優選房嘅，睇樓係非常之方便嘅，睇樓記得揾小伙子。